中华职棒迎来30个年头，有过球迷爬上球场周围抢看比赛的风光，也曾笼罩签赌、假球的黑影。签赌案后风云变色，谈起中职黑历史，就如兄弟象队创队元老江仲豪的感叹：如果没赌，中华职棒会更好。1990年中华职棒开打，成为台湾众多棒球人梦想的殿堂，也牵动球迷的日常。球迷进场数年年攀升，1995年来到高峰，全年度总进场人数1646361人。有人的地方就嗅到钱的味道，黑道组头将脑筋动到中职比赛上，重伤台湾棒球生态，也扼杀许多天赋极好的棒球人。1996年黑鹰事件爆发，组头坐庄，黑道介入。当年8月甚至发生兄弟象队球员陈奕信、洪义中、吴富连等人在饭店被黑道挟持事件。黑鹰事件诉讼长达8年，2004年最高法院宣判，时报鹰队郭建成等22人分别涉及赌博、背信、诈欺等罪嫌，其中时报鹰队球员最多。诉讼8年，但球迷信心一系就全丢失。时报鹰队受签赌影响，1998年宣布解散。像打开潘朵拉的盒子，中华职棒从1996年起一直摆脱不掉黑，除了不间断的黑道挟持球员事件，2005年黑熊事件，2007、2008年分别爆出黑金事件、黑米事件。黑米事件中，球团管理阶层、球员、教练涉及职棒赌博案件，被联盟予以停权处分及除名，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个被联盟停权及除名的球队，也是职棒史上首宗球团管理阶层涉案的事件。同年11月，中信金队也宣布解散。黄平洋不愿黑道抢饭碗，江仲豪只签赌重伤害。谈起中职的黑历史，有的退役球员选择轻轻带过，但仍有很深的感慨。味全龙队创队元老黄平洋，当年放弃日本人队高薪待遇，抱持着共襄盛举的想法回到中职。1990年至1996年间效力味全龙，1997年转战台湾大联盟台北生宝太阳队。关于签赌和假球案，黄平洋直言，事出有因，台湾人喜欢赌是其一，但更重要的是球员没有保障。如果球队愿意给很好的待遇，让球员感受到球团的重视，这种情况可能就不至于这么严重。他说，当时遇到很多类似的事，很多球员也把持住了，用好的方式去拒绝，不至于受到迫害。我们一直顾着手中的碗，黑道却一直想要抢走我们的碗。兄弟象创队元老江仲豪参与了目前为止1/3的中华职棒历史。他直言职棒有进步，但后来又退步，赌对台湾职棒是很大的伤害。他说，企业愿意投资，当然不希望类似的事情给企业带来负面形象。兄弟3连霸时，每一场球都是满场，现在能有一半球迷就不错了。签赌真的要好好管，中职若再受到伤害，要回复的机会不是没有，只是会非常慢。吴思贤回忆黑象事件，蔡荣宗探抹杀很多好球员。现任业余重越隼鹰总教练吴思贤是俊国熊队创队元老，先后效力俊国熊队、统一狮队、兄弟象队。2005年底接任兄弟象队总教练，1年后为战绩负责，选择离开。
2009年黑象事件一脚将球迷对中职的信心踩入谷底，号称全台球迷最多的兄弟象队，将近2/3的球员都涉入。吴思贤回忆，当时接下兄弟队的总教练，球队实力明明就不差，为什么怎么打都打不赢？那时候就有一点感觉了。事情爆发后恍然大悟，假球案对中职伤害太大了。那时候球员们待遇已经算不错，真的是把棒球的环境整个搞坏了。现任业余桃园航空城队总教练蔡荣宗，在中职台湾大联盟总计穿过8套教练球衣，谈起中职黑历史，直言那时候签赌打假球声音不断，后来陆续爆出许多教练、球员涉案，遭中职永不录用。那个时间点，抹杀了许多长期以来台湾棒球圈辛苦培养出来的人才。蔡荣宗也抱怨，政府的处理方式雷声大雨点小，没能有效下阻。张泰山走过中职20年看黑历史当借镜，曾经中华职棒相关从业人员，包括场务、棒球记者等，因为可以第一线的看比赛，接触球星，让不少人羡慕。资深棒球记者感叹，从1996年陆续发生签赌假球案后，被问起在做什么工作时，听到的人常常回，不都是打假的吗？有什么好看？投入大半时间经营的事业和工作，就这么被否定，那种无力感与失落，与职棒之父洪腾胜多年后提到转卖兄弟象队的心情相似。张泰山1996年加入味全龙队，以19岁改写当时中职最年轻职棒球员纪录，中职生涯效力过味全龙、兴农队、统一狮队，中职迈向30年，他就经历了其中的20个球季，在几乎职棒热潮的顶点加入，一路跟着中职跌落谷底，再看着中职从2013年后再度爬起。张泰山直言，谁能比我有更深的体会，谁能比我更了解，从最好最衰到慢慢回升，我都经历过。谈起刚加入职棒时的兴盛状态，张泰山用台北市立棒球场为什么没有椅子说明，那时只要龙象之争，球迷塞满球场，情绪受战况牵动，椅子都被拔了起来。对于中职黑历史，张泰山有不同解读。他提到台湾球员一生都在打球，处于封闭状态，学生棒球时期就像阿兵哥式的管理，只有学校和棒球，一直被关在框框里，没能早点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跳出框框后，才发现外面世界这么自由，成绩好了，名利来了，名利来得太快，花得也快，想要得到，入不敷出时，只能从别的地方拿。他不否认签赌对于台湾棒球的重伤，影响到想要打职棒的小球员们，但他认为签赌事件发生在草创期并不是坏事，几乎每个国家的职棒都遇过，提早发生，有了借鉴，才可以知道要改变。如果时间点换成现在，球团已经花费了这么多资源，那就真的回不来了。张泰山进到职棒后，打出亮眼成绩，在黑道组头的手深入中职时，他庆幸前辈们都对他很好，加上不喝酒，太太的约束，让他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看着中职在风雨中走向第30年，对于未来的展望，张泰山只提到，经营球团的企业要先懂得花钱，而非想着赚钱，懂得花，才可以得到的回馈。